小竹，我的身高169公分，体重52公斤，我的三围呢是32 D 24 34。那目前的工作呢是在展场担任 SG， 还有担任我们的外拍模特儿。那呢，本身的兴趣是唱歌跳舞，也喜欢聊天交朋友。另外呢，我本身有在经营 IG， 我的 IG 是 CHANGYCHUU， 我的粉丝专页是小竹儿，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我、追踪我，谢谢大家。晚上9点一定要记得收看闹笑脸哦。那你觉得韩国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粉丝？他的魅力在哪里？我觉得是他，其实我觉得他的讲话的那个 EQ 也很高，对，然后我觉得他的台风也蛮不错的，就是当初可以激励到台湾人的那个，就是他当初在选市长的时候激励到台湾人的那个心灵，就是那个灵魂吧。对，我觉得他讲话，他的演讲也算是不错的，就是会给台下的观众是有那种希望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每个出来的艺人啊，或者政治人物，我都觉得他们还蛮厉害的，就是他们可以去承受这些负面的评价，非常乐于给人家支持。对，他可以让人家嘲笑他。像奥巴马也是。大家好，韩导来了，然后就哇，就觉得确实风度很我用屁高。眼等一下呢，请你要蒙上我们的这个眼罩。格纹眼罩。那你蒙上它之后，我会一杯一杯拿给你喝。好，今天惩罚是什么？今天惩罚这个整罐吗？拿出来，一口气，一口气，一鼓作气。他没有演哦，他也飙泪了，他流眼泪了。好想。